你好，歡迎嚟到21日自我關懷療癒之旅。我叫連姑娘，係一位20年嘅社工。過去咁多年，我陪過好多個靈魂行過困難嘅路。我好開心今日可以陪你一齊開始呢段旅程。或者你已經習慣咗對自己苛刻好多年，或者你成日對朋友好溫柔，對自己就好嚴格。呢21日，我哋一齊練習由習慣對自己苛刻，練習到習慣做自己最好嘅朋友。自我關懷就係咁樣一步一步練習返嚟㗎喇，就好似學踩單車，每一次練習都會令你更加平衡，更加穩陣。今日係第3日。研究話俾我哋知，頭3日係建立一個新習慣最關鍵嘅時間。你願意為自己留出呢3日，已經係一份好大好大嘅禮物。今日我想同你講聲恭喜你啊！過去2日，我哋練習咗翻身體，用五感品嘗一杯茶。今日我哋做一件好簡單，但係好需要勇氣嘅事。就係望住鏡入面嘅自己啦，唔係望一眼就走開，亦唔係一邊望一邊鬧自己嘅瑕疵，而係真正咁好好咁望住自己。你可能已經習慣咗對自己苛刻好多年，成日睇住自己唔好睇嘅地方。今日我哋要練習一個新習慣，用溫柔嘅眼神去望自己。今日嘅金句係詩篇139篇。我未成形的體質，你的眼早就看見了。今日你就係嗰個值得被看見嘅人。而家請你企喺或者坐喺一塊鏡前面，任何一塊都得㗎，洗手間嘅鏡、屋企嘅化妝鏡或者全身鏡。如果你願意，請你調暗少少燈光，讓氣氛溫柔啲。準備好之後，你可以吸一口氣，望住鏡入面嘅嗰個人，佢就係你啦。佢走過咗好多路，先至嚟到今日。呢刻喺你面前，佢值得被你溫柔咁對待。首先，唔使急住睇細節，只係望住鏡入面成個自己，就好似你望住一個老朋友咁。你有冇發現平時好少咁望自己呢？好多時候我哋望鏡係為咗檢查，今日俾呢份禮物自己，單純咁望住自己。而家請你將注意力放喺你嘅頭髮上面，望下佢嘅顏色、光澤、曲直、長短，有冇白頭髮呢？有白頭髮都係要欣賞下佢先喎。你嘅頭髮陪住你經歷過咁多日子，大風大雨、烈日暴曬、匆匆忙忙嘅早晨，佢一直都喺度。今日用一個感謝嘅眼神去望下佢，同佢講聲多謝你哋啊！而家請你將目光望向你嘅額頭。額頭係一個好特別嘅地方，當你擔心嘅時候，佢會皺起；當你放鬆嘅時候，佢會平滑。你嘅額頭記錄咗你生命入面好多嘅時刻，輕輕咁同佢講，我知道你承載咗好多嘢，多謝你啊！而家我請你將目光向下移動少少，望住你嘅眉毛。眉毛會表達你嘅情緒。
嬲嘅時候會戚起，開心嘅時候會揚起。你嘅眉毛係你獨一無二嘅一部分，冇人嘅眉毛同你一樣㗎喎。望住佢哋，欣賞佢嘅形狀、弧度。而家我邀請你望住你嘅眼睛，唔係望下就算咯，你要深深咁望入去。你嘅眼睛睇過好多嘢，喜悅、悲傷、美麗嘅風景、困難嘅時刻。你嘅眼睛曾經流過眼淚，亦都曾經笑到彎起。今日望住鏡入面你嘅眼睛，你見到啲咩呢？可能會見到疲累，可能會見到溫柔，可能會見到一份盼望、堅持。無論你見到啲乜嘢，輕輕咁同佢講：我見到你啦。而家我要請你將目光向下移動，去到你個鼻哥嗰度。呢個鼻哥佢默默咁樣工作，每一日去幫你呼吸，幫你聞到唔同嘅香味或者臭味，有花香、咖啡香、雨後嘅空氣。望住你個鼻哥，感謝佢默默嘅付出。而家你可以望向你兩邊嘅面頰，你兩邊嘅面見證過你嘅笑容，見證過你嘅眼淚。當你開心嘅時候，佢哋會升起；當你攰嘅時候，佢哋可能會下垂。輕輕咁同佢哋講：多謝你承載我嘅情緒，多謝你消化咗我嘅眼淚，多謝你一直都喺度。而家我邀請你目光再向下移動，望住你嘅嘴唇。你嘅嘴唇講過好多說話，有啲係溫柔嘅，有啲係憤怒嘅，有啲係鼓勵人嘅，有啲可能係傷人嘅，包括傷害到自己。你嘅嘴唇都曾經沉默，將好多嘢吞落肚。請你輕輕咁俾自己嘅嘴唇一個微小嘅感謝。你可以話：多謝你啊，你為我表達，亦都為我沉默。而家我邀請你將目光移向兩邊，望向你雙耳仔。你可以先望向左邊嘅耳仔，耳仔幫你聆聽呢個世界，可以聽音樂、聽笑聲、聽安慰、聽風吹過樹葉嘅聲音。佢哋都聽過批評，聽過爭吵，但係佢哋依然喺度，仍然打開住。多謝你嘅耳仔。你望完一邊，可以再向另一邊講多謝。而家我要請你退後一步，再次望住鏡入面嘅成個自己。你頭先一個一個嘅部位咁樣望過晒，有冇邊一個部位你特別再想同佢講聲多謝？有冇邊一個部位你覺得佢需要更多嘅被溫柔對待呢？而家我好想再邀請你望住鏡入面嗰個人嘅眼睛，深深咁望入去，同佢講一句說話，一個慈心向自己講嘅說話，可以係我愛你，可以係我知道你唔容易㗎，但我願意一直喺你身邊，亦都可以係
雖然你唔完美，但係我都依然覺得你咁可愛。又或者係任何一句你而家最需要聽到嘅說話。呢個練習就嚟完結啦，輕輕咁提醒自己，你嘅呼吸無時無刻都喺度。當你下次再望鏡嘅時候，記住今日，原來你都可以溫柔咁樣去望自己。今日嘅練習就到呢度啦。你啱啱完成咗一件好勇敢嘅事，你冇避開自己，冇批評自己，而係一個部位一個部位咁樣好好咁望住自己，同自己相處。呢個就係愛自己嘅行動啦。今日係第3日，你已經完成咗呢個建立習慣最關鍵嘅階段，恭喜你啊！今日嘅金句係：我未成形的體質，你的眼早就看見了。記住啊，你值得被看見。聽日我哋會同一粒石頭相遇，試下用五感去探索一個小物件啦。我仲會教你一啲好實用嘅練習，叫做自我關懷空間，可以用3句說話喺困難嘅時候俾自己一份溫柔。請你準備定一粒石頭，或者一件對你有感情嘅小物件，任何一件都可以㗎。好好保重，我哋聽日再見啦。